艾隻係中國古老嘅醫療方法之一，其實係一個好容易嘅係保健方法，係好多人都可以好容易學得到。我哋作為做一個老人家或者邁向老人家嗰陣時咧，保健係一個好重要嘅嘢。艾隻有咩好處咧？孔夫子係啊，孔子啊，佢就講啊，人要無病自艾，即係當我冇病嗰陣時，你要艾救佢。孟子就講7年之病，尋3年之艾，即係話如果你有啲病咗7年，厭厭悶悶嗰啲咧，你係可以用啲3年嘅陳艾嚟到醫作咗。嗱，做咗之後咧，咁就可以去邊個穴位度咧，就喺度艾佢啦。呢啲咁嘅嘢都可以做嘅。嗱，真係有煙出㗎，係㗎，有煙出㗎。咁你要點做啊？嗱，做嘅時將，譬如呢個穴位係合谷嘅，都可以做㗎。你就低啲、高啲、低啲、高啲、高啲，就唔好固定一定位。一固定一位咧，你就好容易會辣窿咗佢啦。第二樣嘢，我哋可以用個艾盒。艾盒又點做咧？例如呢度啦，我首先剪咗個少少落嚟，整緊啊嘛。咁啊，剪唔掂喎，唔緊要，用 cutter。好，唔好阻住大家睇，用 cutter。咁呢個盒當然你可以點做咧？你手如果夠熱嘅，帶定個勞宮手咪帶定嘅，你可以喺呢度就咁已經係艾得到啦。咁之但係由於佢整下咧，整個呢個係純銅做嘅話，佢會好熱、好熱、好熱嘅。咁因此我就會將佢等入嚟呢個套入邊。等入呢個套上邊，我點等咧？我係將向上火嗰度係向上等，因為我唔想佢燒得太快。因為燒得太快嘅時，將第一佢好熱，第二好嘥 gas，因為你會咧就等於燒銀紙。我哋用嘅係足夠嘅溫度就得。當然啦，我哋要講咗艾隻之後，咁你當然都要照顧下飲食啊，亦都要做啲其他嘅啲運動嚟到去幫補下自己身體。即係無論點都好，艾隻喺中國嘅醫學上面一個好簡單、好平庸，好似好平庸，但係其實係一路以嚟係歷朝以嚟都係我有用到。我今日咧講嘅就係咁多，大家如果有問題嘅話咧，可以都提出嚟問下嘅。當然你就要上我哋網站嚟問啦。等陣嘅嘉賓係邊個咧？